就真侪人爱食这款的物件，这个台语叫做日月ham。唔知讲伊伫咧水底到底安怎刷叮当？网络倒一段日月ham伫咧刷叮当的画面，写一寡网友看甲嘴也开，讲看起来那亲像是假喙齿伫咧叮当。因拄到危险的时，会甲壳开，搁再合起来，利用水串流反作用力来受叮当，安尼就会当脱过危险。 两个壳合力，日月ham伫水底走甲足紧的画面，一个公开，请真侪网友点来看。日月ham收水引起讨论，有人头一摆看到，感觉真神奇；，阁有人讲袂输看到鸡喙齿咧收水共款。真侪人拢有食过日月ham，毋过煞无看过因收水。日月ham是软体动物，孔雀蛤、蛤蟆、拉亲像这种有两块壳的软体动物，拢会利用共款的方式伫水底走。 透过开合的挤压，造成水流和压力的变动，就可以带动它反作用力和这样子就可以快速的游泳。它是短时间游泳速度很快。普通伫有性命危险的时阵，就会像安尼赶紧选。毋过若是要食物件，或者是要生炭，就会变作用白。 这第二种方式其实是把它的腹足露出来，就是我们吃到的地方，它可以透过在底部这样直接慢慢爬行。一段影片，互咱看到神奇的海底生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